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丰盛的恩典是长阔关深，超越过阮所想象的一切。阮感谢你伫过去的年日中间保守看顾阮，互阮得到十足的平安。使阮伫圣的主日，搁一遍聚集伫圣殿中间来服侍敬拜你。主啊，今日是阮庆祝母亲节的主日，阮恳求主你赏赐阮在座所有的母亲，拢充满对上帝来的恩典，会当担任好母亲的角色。阮知母亲的角色是非常沉重，非常繁杂，真正是需要对主来的耐心甲贴心，才会当顺利完成。所以，阮也纪念所有母亲的辛劳，恳求主你纪念因，保守看顾因。阮也特别将今早去服侍的正当工，拢仰望交代伫主的圣手，求主亲自赐福看顾，互阮所服侍得到你接纳。阮特别将儿童合唱团以及今日要献诗的主日遮小朋友，交代伫主的圣手中间，透过因的诗歌，所有在座的母亲得到安慰。也恳求主，你保守看顾服侍正当工，无论是接待当工、施会当工、司琴的当工、传讲信息的牧者，主你拢教阮三甲伫地，互阮所做的会当荣光主你的圣名。我也特别将阮的教会交代伫主的圣手，求主亲自赐福看顾。阮所徛起的乡土台湾，求主保守，将真实的仁爱、公义、和平赏赐这块土地。阮伫这块土地顶面，会当安居乐业，来追求家己人生的梦想。求主你保守看顾阮在座的所有的每一位，互阮伫你的疼痛的面，会当真正生命更较进步，诚做活我的见证，来荣光主的圣名。主啊，阮也特别为着阮所徛起的这个世间，无论是各国发生征战的所在，发生天灾地变的所在，阮献上阮的祈祷，求主亲自赐福看顾，阮真实得到平安。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咱来唱歌学罗上主，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着对伊唱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一切神明的大君王。圣诗第65首，为着美丽的地面。圣诗第65首，为着美丽的地面，请咱起立来吟。So
请坐。请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伫圣的主日，阮谦卑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敬拜你。你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万物拢出伫你，我靠你嘛归伫你。阮要学习你的伟大，遵从你至权圣洁的名。主啊，阮感谢你无比的恩典，你伫万民中拣选阮，毋是因为阮有甚物好，反倒是因为你的慈爱甲怜悯。你互阮白白得到救恩，诚做属你的子民，归伫圣洁的国度。纵使你是至权的上帝，却愿意为着听阮，赏赐你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来到世间，诚做万人的救主。主耶稣阁为着救阮脱离罪恶甲黑暗的关系，甘愿受钉伫十字架顶，流出宝血，替阮赎罪。阮嘛通过甲耶稣基督结连，互阮得到新的性命，诚做新创造的人。但是主啊，阮嘛要谦卑，向你承认家己的罪。阮的心常常软弱，伫思想、言语甲行为顶面得罪着你，嘛伤害别人，亏欠你的荣光。恳求你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赦免阮，洗清阮的罪，更新阮的心，赐予阮正直的灵。求你透过圣神加添气力，互阮无论伫家庭、工作、学校，也是伫教会生活中，拢会活出基督的模样，互人会当伫阮的心上看见你的疼，来荣耀你的名。今仔日是母亲节主日，阮感谢你照你的旨意，将母亲也是伫阮生命中担任母亲角色的人赏赐互阮，通过因的付出、忍耐甲疼。互阮经历你恩典的记号，阮恳求你亲自祝福因，纪念因的劳苦，赐予因生灵的平安甲喜乐。对伫遐失去母亲的兄弟，嘛求你拭去因少年妈妈的目屎，用你的慈爱来充满因的心，互因伫你的怀抱中得到安慰，嘛有将来搁较相见面的确信甲愿望。主啊，即时阮嘛要为双连教会来祈祷，求你带领教会逐项的事工，拢照你的心意得行，赐予牧师团长级以及所有服侍的同工有忠心、谦卑甲合一的心，伫服侍中丰丰富富经历你的同在，求你感动每一位兄弟，愿意回应你的呼召，甘心乐意献就时间甲温数。参与教会的事工，诚做你下你心意的器具，来互你欢喜。阮特别为着5月31号邀请丁明堂老师来分享诗歌甲生命故事来祈祷。感谢你赏赐丁明堂老师音乐的温数来服侍你，求你亲自引带慕道友来到阮的中间，互因借着诗歌认捌你，看见你伫丁明堂老师生命中的恩典。嘛求你透过即摆的分享，激励所有参与的信徒，搁一摆被更新，会当坚固因信仰的道路。主啊，我嘛求你纪念教会所设立的幼儿园、安养中心甲社福基金会，求你祝福遮的事工，通过服侍，通过听甲陪伴，将福音的种子压伫每一个人的心中。求你亲自看顾，互福音兴旺。最后，阮为着所有身躯白疼、心灵忧伤，也是要来动手术的兄弟来祈祷。愿是阮怜悯的主伸出大能的手，亲自医治、安慰、保守规个医疗过程拢平安顺利，赐落平静安稳的心，互因伫白疼中，犹原会当经历你的恩典。嘛求你帮助阮，会当伫基督的疼内面彼此相疼。互相代祷，做伙同行信心的路程。阮知阮的祈祷也是无完全，阮要用主教示阮的主祷文，做声来祈祷。
时，咱要做伙来交读启应文。启应文第9篇，也就是诗篇第32篇。我来启，请咱兄弟做伙来引。结实得到赦免，罪过得到压扛的。耶和华无算伊有罪，伊的心无奸诈的。我真正的时，我的骨头可大。我对你摆列我的罪过。我讲，我要对耶和华承认我的过失。因为安尼，既若虔诚的人，伫通找到你的时，就祈祷你。你是我闪避的所在。你要用得救的歌示明为我。我要注目看你，来宽解你。就用马甲姜、马铃薯、约束因。歹人受侪侪苦难。恁义人啊，就因为耶和华来欢喜快乐。即马要来请儿童合唱团来学乐。因要吟2首的诗歌，第1首是《A Jubilant Song》，第2首是《妈妈 Song》甲心肝宝贝。
愿荣光归乎上帝。这是咱要来供读上帝的话，记载伫马太福音15章21节到28节，现代台语译本汉罗版伫第37页。耶稣离开迄所在，摕起太子甲西顿的境内，拄好有一个迦南的妇人对遐地区来，大声喊：主啊，大鼻的囝，怜悯我的查某囝互鬼附身，真艰苦。耶稣无甲伊应半句，伊的门徒来求伊讲，甲伊赶走，伊缀伫咱后面直直地喊。耶稣应讲：我受差派，只有是要找以色列家失落的羊。毋久，妇人来跪伫伊的面前，讲：主啊，请帮赞我。耶稣讲：摕囡仔的食物献互狗仔食，毋好。妇人讲：主是啦，狗仔嘛有食主人桌顶落落来的饼油啊。后来耶稣应讲：妇人，你的信心真大，互你的心愿实现。伊的查某囝伫迄阵就得到医好。圣经以上，今仔日早起带主任牧师要带来的信息是一位母亲的信心，一位母亲的信心，请咱用恭敬的心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母亲节，牧师要替全天下的母亲祈祷，求全天下的母亲会当得到上帝的恩典，负起上帝交代母亲的责任。咱伫要领受上帝话之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互阮有伫家庭的生活，有母亲照顾阮成长。主，阮知，阮中间无一个完全人，每一个母亲有无共款的个性，但是阮确信，每一个母亲拢有领受对你遐来的疼，扶持照顾阮长大。阮恳求主，你看顾阮的母亲，互阮会当伫伊的疼顶面成长的过程中间，也会当用相款的疼来回应母亲的疼。阮今仔日也要透过你的话，搁一遍来学习一个母亲信心的功课。恳求主你帮助阮，我会当明白你的心意，照安尼去行。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基督徒认为，世间上界伟大的疼是来自上帝的疼。但是，这世间又还有其他的疼，咱有夫妇中间的疼，有朋友中间的疼，有教会中间兄弟姊妹中间的疼，也有亲子中间的疼。咱若确实要讲倒一种疼较接近上帝的疼，我相信迄就是母亲的疼。因为母亲的疼是非常大，人讲母爱较大天，母亲对咱的影响非常大，照顾咱、扶持咱长大，伊疼是非常大。要担任一个母亲我相信咱中间有担任过母亲的拢知影，做母亲毋是遐尼简单，要承担真济苦楚、负担、烦恼、艰苦，咱才会当将咱的囝养饲大汉。前几工，我拄着咱中间的责任执事，赖责任执事，伊拄仔当做老爸，伊就抱因囝来互我看。
伊就讲吼，迄囡仔抑个伫妈妈腹肚内的时阵吼，较轻松啦，吼。啊，即摆囡仔一生出来了，哇！爱戴饲呢，爱戴洗浴，爱戴换尿珠啊，十滴滴做这代志做无用诶。我看伊迄新手老爸吼，我无用甲安尼。啊，伊就来问一个问题，讲牧师，啊，你有2个囡仔对无？我即个安尼无用诶经验吼，爱偌久才会当较好过啦，较会当停止啦吼。我来讲，差不多过20几冬啦。其实确实啦，咱对囡仔诶负担吼，无论是囡仔年岁偌大，咱拢感觉咱对有欠缺有责任，咱拢有负担啊。我过去服侍诶教会吼，教会隔壁住一个100岁诶欧巴桑吼，一个姊妹，伊到100岁哦，还搁咧烦恼因后生，因后生伫要80岁啊，还搁咧烦恼因后生，拢爱走来我讲牧师，你爱替阮后生祈祷，伊退休了，我替伊烦恼，吼，拜托你一定要替伊祈祷。100岁还搁咧替因老生咧烦恼，所以做老母诶实在是真艰苦，一世人着无，囡仔会当好，所以母爱是非常大啦。咱咧形容上帝咧听是长花关心嘛，母爱有那是差不多啦。另外一方面，伊虽然非常大，但是伊非常幼，幼到安怎？连咱心内上界微细的感受，做老母的拢会当发觉。我伫我的家庭生活中，我是较对代志较无遐尼感受遐尼深，但是我无顺着无同款。阮的囡仔若有啥物款的情绪上一点仔反应，我毋知影，但是伊拢会讲，这囡仔今仔无啥相共哦，一定有啥物代志。真正起来问起来，真正有拄着代志。所以老母迄个观察是非常敏感，非常幼。伊一方面非常大，一方面佫非常幼，一方面非常强。安怎样？老母是非常坚强的。我举我的家庭的例好啊，我的老爸，大家拢知，伫我9岁时就过身。我2个小妹，一个6岁，一个4岁。我的老母，伫我老爸还未过身之前是千金大小姐，毋捌做过啥物款的头路。阮老爸走了，阮老母无法度着爱承担家庭所有的重担，伊着爱出去工作，爱照顾阮大汉，佮爱指导阮，爱行正路。所以我会当看见着一个妇人人遐尼坚强啊，无人通好我靠，靠家己一个气力，安尼将阮3个囡仔安尼养起大汉，而且拢让阮栽培了真好势。是母爱遐尼坚强啊！相是我佮举一个例啦。咱讲母爱真强吼，这任何动物拢会当发觉着。咱举一个较无一定真好的例吼，咱知影动物啥物时阵上歹？
生囝的时阵上歹。你若有饲过狗仔的人，你就知，伊若生狗仔囝吼，伊要去来摸迄个狗仔囝吼，伊若准你要去掠迄个狗仔囝，伊就要甲你拼命。这母爱是迄个天生的强啊！母爱毋是干那强尔，伊佫非常的温柔。咱看一个母亲抱家己的囝，抱伫迄怀抱中间，迄种温柔，迄种在疼惜，迄种在保护，凡事为着伊的细囝的设想，是非常温柔啊。所以咱看见母爱有遮尔济的特色，所以母亲会当为着后一代带来足大的影响。我看过真济这历史出名的人，真济拢咧纪念伊的老母对伊的影响，特别是伫信仰顶面遮伟大的人物，拢差不多拢有一个真好的老母咧引带因，栽培因大汉。所以牧师要甲大家讲，无论你的老母对你安怎，恁中间若抑阁有老母的人，恁拢应该爱把握时机对老母表达感谢的意思。这是做儿女应该爱做的。如果你即摆若无做，你将来一定会后悔。咱今日要做伙来看圣经中间一个老母，这是记载伫马太福音书15章21节到28节，一个外邦人的妇人人。咱过去捌用即个故事讲分享过一个讲道，但是迄个时阵咱将伊集中伫耶稣基督的观念，甲伊所行的信念。今日咱要来看即个妇人人，伊有一个真重要的特质，就是伊的信心。今日故事一开始安尼讲耶稣离开迄个所在，闪避到泰尼甲西顿附近的所在去。耶稣带伊的门徒离开伊的本乡，去到即个泰尼甲西顿的所在。泰尼甲西顿传统就是外邦人徛起的所在，而且因当时阵遮的外邦人拢差不多甲以色列人对敌。咱伫旧约圣经中间有看一个真歹的王后，叫做亚西别，大家知吼。亚西别就是出伫即个泰尼甲西顿即个附近的人，伊影响整个以色列的百姓的信仰，所以伊长期以来就是敬拜外邦神明的一个所在。耶稣甲门徒为虾米来这个所在，就是要闪避犹太人，互因有一个安静休困的时阵。但是这时阵，却有一个迦南的妇人人，因来找耶稣，伊大声喊讲：“主啊，大伯的囝可怜我吧！我的查某囝被鬼所附掉，痛苦，非常痛苦。”这个迦南的妇人人来见耶稣，咱会当知伊是一个忧愁的老母。为什么？因为伊的查某囝被鬼附的，非常艰苦。虽然这个艰苦毋是伊的身上，但是伊的查某囝的艰苦，可能比伊的艰苦更加艰苦。所以伊来求耶稣，会当帮助伊。但是咱知影，犹太人甲这外邦人原本的是存在着对敌的关系，差不多无咧往来。咱来想看觅，若毋是走投无路，伊绝对无可能来找耶稣了。所以找耶稣，嘛讲耶稣会当帮助伊，
伊知耶稣是一个怜悯的人，但是即边伊拄着耶稣，敢无啥相共。耶稣头去一句话嘛无讲，甲伊无要插伊。门徒看见这情形，就控制袂牢的，对耶稣讲：“主啊，你叫伊较紧走。伊对咱都无法度休困，一路安尼花，影响咱，赶紧叫伊走。”门徒要拒绝伊，这时阵耶稣讲一句话互咱可能想袂晓。耶稣讲：“我奉差遣，只是去敲找以色列人中间迷失的羊。”耶稣讲这句话你若是迦南的妇人人，你听到哇，你一定足失望的。耶稣再先来拒绝嘛？伊讲我奉差遣，只是去敲找以色列人中间迷失的羊。这就是无包含外邦人吗？耶稣为什么讲这个话？其实咱详细来想耶稣讲这个话，其实毋是拒绝伊耶稣有一个真重要的目的，就是咧教示伊的门徒。上帝做代志是有计划的。耶稣伊来到世间上界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替人类死伫十字架顶。这替人类是替所有的人，是替犹太人，也替外邦人。但是耶稣为什么讲我奉差遣是要敲找以色列迷失的羊？这是咧讲上帝的计划啦。咱来注意咱若咧看福音书的时阵，咱来比较其他的福音书。伫马可福音书就无即句，只有马太福音书有即句。马太福音书若根据学者的研究，伊是写互犹太人，伊特别将即个犹太人爱知的代志来记录落来，互犹太人明白上帝救恩的计划。耶稣讲即句，毋是讲福音尔要互犹太人，无要互外邦人。若无耶稣最后嘛袂救即个妇人人的查某囝。耶稣是咧说明讲，我的责任，主要的责任，就是为世间人死。然后福音才借着其他的人，对犹太人开始传到万邦万国去。所以耶稣伫迄最后大使命的时阵，才会当对人讲，上帝将天顶地下人间的所有的权柄拢互我。所以，恁爱去，互万国万民拢做我的门徒，奉爸囝圣神的名来洗礼。万国万民是代表所有的民族，所以耶稣毋是咧讲伊若要拯救犹太人尔，是讲上帝有一个计划。就亲像保罗先生伫罗马书第1章16节讲：“我无掠福音做见效。”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权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然后是希利尼人；先是犹太人，然后才是外邦人。所以耶稣是咧来的门徒，教示这个道理。所以，但是这个外邦的妇人人听到，的确会感觉讲哇！耶稣，伊若要拯救犹太人尔吗？伊可能心中有即款的犹豫，但是迄母爱的力量，我对伊讲是非常大。这老母一定是一个作奴的老母啦，伊无要放弃啦。伊就继续讲：主啊，求你怜悯我。
然后耶稣来讲一句话吼，这是当时阵因的俗语啦。伊讲摕儿女的食物互狗食是毋对的。哇，这听起来吼，足刺激人啊，对无？因为犹太人吼，拢看外邦人无清气，常常用狗来比喻外邦人。啊，这份的人，伊若吼心肝较硬，就讲我你骂我是狗，好，哎，我来找别人。但是伊知伊唯一的拯救是耶稣嘛，所以伊真有智慧来回答讲：主啊，可是这狗嘛当食主人桌顶落落来饼油啊！你只要留一点仔饼油啊，互我，这个稳定已经有够野，互我的查某囝得到救。所以这妇人人吼，伊就是要牵掉伫耶稣，要掠掉伫耶稣，伊知影耶稣是唯一的愿望。所以耶稣对伊讲：妇人人啊，你信心有够大。耶稣真少对伊的门徒讲：恁的信心足大。伊拢讲小信的人啊。但是对这个妇人人，伊讲：你的信心有够大，照你所爱，达你成全。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看记着，这个新约基督的成就是在地，这个妇人人的信心。所以，咱今日要将这个焦点集中伫这个信心。信心是啥物？希伯来书的作者甲咱讲了真清楚，信心是所愿望的代志的实底，是还未看见的代志的确据。新翻译的圣经是讲，信是对所愿望的代志有把握，对无看见的代志会当肯定。无使用和合本的这个经文，甲大家解说。第一个，信心是所愿望的代志的实底。这实底是啥物意思？实底就是讲吼，咱若甲人有约束，要签约，签约拢有合约嘛，吼，合同。这合约顶面吼，就记载双方爱做的代志。你若照安尼做，我就照安尼，代你回应。所以这是一个约定。然后这契约顶面吼，大家看这约定，安尼会使。两个人双方都有签名，一人有一张。所以当你摕到这个实底的这个签约、这个合同的时阵、契约的时阵，你就知，你就相信，对方会照契约来行。今仔日讲信心吼，就是一个契约，就是咱相信契约的内容。上帝甲咱有定一个约，这约记载伫咱的圣经中间，特别是关系咱救赎这件代志。咱相信耶稣基督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咱的确会当得到上帝拯救。双方拢同意，咱就照上帝甲咱约束的安尼做。咱相信上帝一定，咱如果若相信耶稣，咱有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上帝就的确救赎咱。所以这实底就是信心嘛。这东西也甲咱讲一件代志，就是讲爱写伫合同内底，写伫契约内底，这是这个上帝对咱的应允。只有上帝应允，咱才会当对伊有信心。信心毋是咱清清彩彩家己想的。上帝要对我安怎，对我安怎，毋是。有记载伫合约内底，所以咱才有信心。
第二件代志，信心是也未看到的代志会确信。顶回连牧师咧讲道的时候，又讲到德玛，德玛就是伊无看到，伊毋相信。所以耶稣第二遍对伊显现的时阵，耶稣对伊讲：你因为有看见我才信，遐无看见我来信的是我尔有福气。有信心的人有福气啦。伫这段技术中，咱能发出真正的信心。普通科学就是讲，我爱看到，我较相信；我爱摸到，我较相信。但是真正的信心是，也未看到真正，我就较信。譬如讲，咱拢去学校读册，咱相信讲，学校的规定，咱修满这学分数，拢有及格，学校就会互咱一个毕业证书。虽然咱还未毕业，但是我照约束，认真读册，互伊会当及格。我将来一定会当得到迄个毕业证书。这就是信心，也未看见，但是我相信。好，咱既然知影信心是安尼，咱来看这个福利人的信心，咱来学习三项。第一项，信心是来自上帝稳定赏赐。信心不是咱应得的原理。是因为恳求上帝他赏赐予咱的，所以耶稣咧讲伊的门徒，小信的人，伊的门徒得爱安那有信心。咱看去圣经中间有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去找耶稣，爱耶稣拯救伊厝里的老婆。耶稣讲：你要有信心。伊讲：主啊，我有信，但是我信心无够，求你赏赐我。所以信心是来自上帝的赏赐。咱看起这个故事，耶稣看起来开成拒绝这个妇人人，但是迄对咱今日来看，就是伊是一步一步咧引带伊，带伊进入更较深的信心，将更较深的信心的赏赐予伊。所以你若无信心的时候，你来求上帝，互你有信心。第二，信心是有一个基础，就是伊爱明白上帝的心意。咱拄则讲过，爱写伫契约顶面咧，上帝才会照安尼去行嘛。信心毋是咱凊彩学袂上的，信心是要有上帝的应允，有上帝应允，咱凭信心会当得到。所以真正的信心，毋是相信家己所要信的，是爱对上帝的心意有深刻的了解。你了解上帝是咧想啥，上帝爱啥，伊若爱啥，伊就照伊的旨意去成就。咱就对这代志有信心。所以耶稣称赞的信心，毋是讲你家己讲我真有信心，是咱深思上帝的心意。抓到上帝的心意，然后相信上帝的心意，这才是上界无可能的处境中间，犹原相信耶稣叫应允，讲要甲咱同在，这就是咱的信心。最后一项，信心会当帮助咱超越任何的阻碍。这妇人伊经历3遍。开始耶稣无要插伊，无要回应，耶稣拒绝伊，耶稣开始来轻视来消遣，但是伊无因为安尼就放弃，伊那谦卑那坚持，这就是信心上界重要的试验。信心互伊超越过工作、信仰的限制，可以得到上帝的稳定。所以，亲爱兄弟姊妹，
咱看见着即个妇人啊，伊拄着耶稣的拒绝，伊无讲，哎，算了，耶稣拒绝我。伊嘛无讲可恶，伊侮辱我，讲我是狗。伊讲，连狗嘛食桌顶的这油面啊，这饼油啊，伊承认家己，我即个外邦人的查某囝破病去被鬼所附，检查毋是耶稣最主要的工作，但是耶稣你只要一点礼貌稳定，亲像迄桌顶的饼油啊，互我的查某囝食，伊就通得到救。伊就用即款的信心去领受上帝的稳定，信心超越过伊的限制，互伊得到稳定。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伫咱的人生中间，敢会拄着一寡挑战、困难，你会感觉讲，上帝较掂掂，我有祈祷，上帝较会把我的门关起来。上帝互我的环境，甲我讲无可能，你敢有愿坚持，愿呼求，愿无放弃。我来分享阮家庭的代志。我的牧师娘吼，老实讲吼，伊即摆无伫遮，不要紧讲，不要紧。伊的个性吼是较急啊。比较我起来，我是较温和，伊较急，伊嘛表达的方式呢较强烈啦，所以阮咧教是囝两个人是无啥相共，我拢爱慢慢教，伊会较急，我有一个查某囝吼，伊细汉。1岁到3岁吼，拢做古锥的，做得人疼，去幼稚园了吼，阮才发觉讲伊小可无啥相共，伊伫迄个学习顶面有一寡困难。后来伊较大汉，我较知影讲吼，伊是迄个人讲叫做阅读障碍，伊就是伊的物件拢看倒边。所以伊咧写字写倒边，譬如讲，人有一个故事讲妈妈的手下着妈妈的毛，迄就是阮兜捌发生的啦。伊甚至连迄个足复杂的字迄工厂章的章用来咱写倒边。所以我牧师娘讲你上好以后会当去刻音啊，刻音啊拢刻倒边。伊细汉讲立志要做护士，我讲你这做护士，病人一定死的，因为伊米看做 D，P 看做 Q， 迄药品的名可能看唔到，所以阮就唔知讲这囡仔要安怎。伊数学的学习嘛是无啥好，我记得伊迄阵我拢写毛笔内面的搭伫迄伊的桌顶我拢写主人数学认真背诵数学英文倚靠上帝。我唔知要安怎来教，我这教数学的，我捌伫补习班教数学，我教伊教数学教到崩溃，等我牧师娘起来教。牧师娘的数学好伊无偌济啦，我都毋知伊安怎教。即摆阮着牧师娘着去迄文具行买一盒的即个橡皮擦，因为写字拢写倒边嘛，所以规拢来切掉订写。我牧师娘示范安怎写。就是甚至老师讲你这爱去读资源班呐，资源班我后来了解较知影讲资源班是较特殊的囡仔的班级，但是牧师就无放弃了，一直来教。
后来我发觉讲，这囡仔吼，伊虽然伫咧学习顶面吼有困难，但是伊有一个专长，这可能遗传伫阮牧师娘。伊去学校毋是咧读册，是咧交朋友的。伊拢做爱人服务，做对人做好的吼。班上有啥物款的代志，伊就是拼命摕落去做服务的代志。所以伊高中毕业的时阵吼，伊阁得一个市长奖。咱市长奖有几来奖啊？一种是种学科的市长奖，一种是热心服务的学长市长奖吼。所以迄个时阵，我阁捌去甲迄个罗清德，迄阵做台南市长翕相，因为阮查囝得一个市长奖吼。伊的成绩是做歹，但是吼，就是安尼，我发觉讲伊生命中有这个特质吼，阮着安排伊去做一寡服务的工作。发觉伊咧做服务的工作，伊足快乐的。伊嘛感觉讲，我的人生就是要安尼做。后来伫高中的时阵吼。成绩有若无好，但是伊拄着较好的老师，对伊袂歹，来照顾，大学甲考着社会工作系，实践的社会工作系，伊就是做社工，要来服务遮个人。伊读大学了后，阮着无烦恼啊，因为迄是伊爱的科目，所以。伊大学毕业的时阵，因班上无几个人考着社工师，伊考着，我嘛毋知伊安怎考的，即摆做社工做了，伊做了真快乐。阮看伊遐尼快乐，我嘛感觉讲会当服务人，迄是一件真好的事。所以我讲这个故事，互大家了解就是讲。过去互阮真头痛，假设对要无信心啊，但是阮无顺着坚持落去，无放弃，帮助这囡仔去找到伊人生的目标。上帝问题就伫即个中间去彰显出来。所以，来兄弟姊妹，可能你今仔有拄着一个困难，你的家庭。你的身体、你的亲子关系、你的经济、你的工作，可能你有来祈祷，上帝改成点点，改成迄个窗口、迄个门关起来。但是你要理解，有时阵这是一种信心的考验。你若愿意。亲像这迦南的妇人人，伊感觉伊无资格，伊是外邦人，但是伊大胆向前亲过耶稣，伊比耶稣看起来更固执，但是伊更加恳求，更加恳切。伊甚至向比做狗，但是伊却看见着主人桌顶的饼。何等丰盛！只要一点仔饼油啊，伊就有够。所以，伊就是靠这种坚持的信心。耶稣对伊讲：“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愿的，让你成全。”所以，你今日若拄着这个困境，毋通放弃，坚持落去。这是信心的一个功课，咱来做伙来学习，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予阮对迦南的妇人人看起一个母亲的信心，求你也予阮学习信心的功课。伫看起来介绍无可能的过程中间，去体验主。极大的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接落来，咱搁要来用诗歌来说食咱的礼拜。成圣诗第315首，天父恩典真正大。成圣诗第315首，天父恩典真正大。请咱起立来吟。请咱备万心来奉献。
带咱起立来做奉献的祈祷。慈悲疼叹的天父上帝，阮同心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伫即礼拜的保守甲供应。当阮甘心乐意奉献阮的金钱、时间甲才能来回应你丰盛的恩典，求你使用摆列伫你面前的奉献，互教会事工会当顺利进行，福音广传。嘛恳求主教示阮怎样诚做忠心的管家，祝福阮所做事工都会当荣耀你的名。安尼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大家请坐。因为今仔日是母亲节，所以儿童主日学国小组甲幼儿组伫阮的中间要来献诗，做伙庆祝母亲节。国小组要带来诗歌是唱一首无声的歌。幼儿组要带来诗歌是真正好 ，I love you, mommy, deep down in my heart。
带落来幼儿组会带来诗歌是真正好 ，I love you, mommy, deep down in my heart。
多谢儿童主日学的学生带来真水的歌声，请大家继续为着因的信仰道路有主的带领来祈祷。接落来，咱要来关心教会事工。本主日是母亲节主日，祝福每一位母亲母亲节快乐。礼拜中，教会特别赠送每一位母亲一份礼物，愿上帝纪念母亲对家庭的关爱甲付出，祝福每一位母亲身心灵拢健康、平安、喜乐。母亲节的活动，团部委员会特别有设计一个为独立超过一切的祝福卡片。放伫1楼、7楼、10楼甲11楼的门口的桌顶，请恳邀请大家做伙来写卡片，对母亲、太太，也是任何伫你生命中担任妈妈角色的人，表达祝福甲感谢，将疼的心意送互对方。今晚要来请牧师欢迎来宾，培养代祷，甲分送礼物。大家平安。首先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礼拜兄弟，才有高宝庆姊妹，伊是迄个陈元营先生的家属吼，伊要来大家说多谢吼，感谢大家的关心吼，甲参与吼，谢谢。第二位是姜淑清姊妹，姜淑清姊妹，伫后壁遐吼，欢迎吼，是公诉组姊妹的亲戚吼，接下一位是高明宪医师伉俪吼，夫妇，毋知坐伫倒位，请你起立吼，伫第遮吼。咱来欢迎哈。其他有第一遍来甲咱做礼拜，兄弟。这时阵咱先来网友代祷哈，咱先同心来祈祷。求恩的主，阮感谢你，阮伫母亲节的主日，伫你面前聚集。主，阮特别为着阮中间无共年龄的母亲献上阮的感谢。感谢主，你守护这妈妈，互因伫无共款的家庭，尽因的快乐来扶持因的细囝长大，因的辛劳求主纪念。阮也为着即马拄好有新的准妈妈来祈祷，恳求主你保守看顾因，互因身体健康，养子即个健康的囡仔来到因的家庭，会用主所手术的疼甲耐心来照顾因的细囝长大，将来成做上帝所使用的人。我也特别为着即摆新手妈妈来献上阮的祈祷，因角色的变换、生活的变化，会为因带来真侪的重担甲压力，但总是主你的稳定教育应用，恳求主你甲因三甲弟弟，互新手的爸爸妈妈拢会当负担家庭的需要。来祝福因的细囝，我也为着即马准备要怀孕未来的妈妈祈祷，求主亲自祝福，互因的身体健康，保守因，互因会当照因的心愿得到即个细囝，也互主的稳定临在伫因的家庭，保守看顾一切。主，阮中间嘛有一寡是单亲的妈妈，我为着这妈妈献上阮的祈祷，恳求主，互因伫
双倍重大下面，尽力扮演好的角色，为因的细囝带来祝福。愿将在座所有兄弟姊妹拢仰望伫主的圣手，求主亲自赐福看顾，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即摆咱要来颁发礼物吼。咱教会原则就是咱已经有结婚吼姊妹吼，拢有一份礼物啦吼。且才有这标准的吼。符合这标准的姊妹，请起立，吼，咱的同工会来赠送礼物给大家。咱摕到礼物就当坐落来吼。咱今日为咱举办的是这台湾节的这个浴巾啦，哈，顶面有咱的 logo 哈。楼顶吼，楼顶还阁有出济哦吼，请咱的同工楼顶。歹势，楼顶小听候一下吼，好，有啊吼。楼顶可能也无够哦，请同工准备一下哈。请还袂摕到的，咱举手，互大家哦，这同工知影一下吼。大家拢有摕到啊吼。好，刷落来。上营圣诗第509首，阿罗天父万福本源，圣诗。第509首，阿罗天父万福本源，请起立来吟。我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庙道谢阮强受车恳。